接下来同大家介绍一个木雕艺术家蔡平勇，伊本身是音乐先生，36岁能开始做木雕，是行业他一定中意原住民文化，伊的创作都是以原住民做主题。花莲国乡镇的原住民文化馆也都看得到伊作品。蔡平勇不单止登上受邀请许多国外表演同交流，20年来还为去部落同学校做木雕班的先生，同自家的手艺经验传下去。因为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也没有刻好，就这个作品就报销了。只想那人吹歌，只想那人雕刻到，专心看嘞，应付改面部表情。嘴型的笑面，也讲威严、生气，那个嘴型都不一样。假使讲了不卡掉木匠失败的，整个艺术都失败，都失败了。哦，还有最追求的最终的艺术，就是农扮音刻出千变万化，每一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的脸。而且去品上嘅薯头，都嚟彩品中收红，用下班就抢起入嚟生命中。很多东西里边啊，像你的财富穷人啊，有人因为风黄金白银啊，千栋多栋问题啊，俺美啊，俺摸签啊。那恐怕就很多的雕刻哈，弄出个这个做呀，爱岁月30年的实践就得了大部分。來到彩品中嘅屋下，看那個戲，無論係門壁做定了了，做下係演出面嘅木雕作品，本然從係戲到嚟演出面文物館。你像了就有一层一层的布的那个特征啦，哈，了晓袂看得到哈。韩剧也了在挑啦，给摸羽毛，给摸像阿美族就羽毛，给就牛角。它有那个打猎的鹿角啦，哈，山猪牙，哈，很有力的那种感觉。还可以在山上打猎，有射箭呐，所以爱左去射箭。還有兩件阿妹做嘅雕刻作品，喺彩品中用透過雪盤嘅染造做出來嘅，構築嘅工人故事，從此就嚟生命。手牽着手圍一個圓圈在跳舞，叫豐年舞嘛，哈。你看它就是慶祝豐年舞的造型，它頭目在中間，頭目都是坐在中間。汉基的部落的人哈，就会围着头目在跳舞，所以料子代表头目，它料还代表头上的羽毛。但是我360度以后，你会发现它像个太阳的光芒，太阳的光芒。那阿美族他们的特征是，他们祭拜太阳。喺行業殺對原住民文化清清楚楚，作品咪係用原住民文化做創作主題。人類70年前，阿爸對先祖曬到花蓮帶。生活的普羅都，彩品中面對原住民文化做嚟顯透，老只是傳統木頭肉，將木雕做設計嘅風格老特色。不過彩品中其實本單係音樂先生，36歲就接觸雕刻，不過兩日接觸就卡到唔很表。那可能就是當你原住民阿美族，去庫底皮那下的一個雕刻，那一點不用看一個圓圈，中間畫一個鼻子，就說這是一個人頭，很簡單。那很多長輩講：“哎呦，雕刻原來是很簡單的。”那是因為安呢，我就有信心了。那長去看啊，他應該，但是應該給看，給不滿意，我就一直研究，越研究想要看了給來給好。樹枝的傾片紅潮行進流水中，彈出背中嘅進步。而你臨時出嚟考題本彩品中，為其他老木雕做關鍵樂曲，彩品中前彩彈就係好彈嘅音樂。又下太力，又下省力，又下急，又下慢。我就老了幾個特徵，雕刻的這個特徵，我就拿去應用在音樂上面。所以我彈的時間上去會下台上，會下水上，上去會下急，會下慢。
探险嘅書變做雕刻嘅書，裁片中講目標就從係假生命中，啲創作嘅過程度大半佢當到嘅快樂來能量。雖然也係已經退休，不過佢還係從頭就到部落學教起，高年出面目標。頭上有一個圓圈，下面一個小圓圈，從這個圓圈這邊畫下來，畫一個小小的羽毛，這代表頭上的羽毛。做第32年目標，到2020年，裁片中講嘅學生啊入住前3萬多。讀20年以前啦，哈，你在各部落的本土文化、本土的意識哈開展，就是講你原住民的文化要來發展，發展什麼？雕刻、舞蹈、歌唱、語言，什麼哈？其中叫做雕刻，叫做普門啦，在你發展哈，是親摸線上。親來親密是親攏叫做客家音。刀子怎麼拿呢？看着，握在這個地方高這麼一點點的地方，差不多5公分，不要握到中間，也不要握在太上面，斜面向下。現在我要把這條線刻出來，先敲2下，這樣子扳，不是這樣扳，是順着這條直線這樣扳。行研究原住民做原住民雕刻，談起來神奇，係裁片中嘅專業可惜原住民獨當天賦。知道能唔能夠封印咯？會不會服你呢？我同你講哈，會，因為我教嘅時節，我讓我按動人的整個的經驗嘛，我教出來，我教佢哋農辦發鋪，農辦用刀嚟雕刻，本機叫阿美族泰魯國族幾間款啊，看下個哎呦，實在就好醬啊！哎，對。然後你現在這邊刻完，對不對？然後你到這邊往這邊刻啊，這樣子就三角形就出來了。哦。因為原住民的嘛，所以我們都會想要學那個原住民自己的東西。平常如果是客家人的話，也沒有那個興趣做那個原住民的東西啊，對啊。所以，對啊，很佩服老師啊，對啊。了解很多就有關木雕的東西，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就文化，然後就可以傳承下去啊。人民文化嘅人當地嘅變化產生，裁片中退休什麼行下來，老切家貴生人嘅經驗教出去，讓鄉里咪當地嘅一點一滴慷慨。